谷歌镜头，谷歌智慧镜头，你看，把那个谁有到歌的歌词的图片来辨识，然后按文字按聆听，然后也可以翻译哦，这个是翻译版的，你看，厉害哦！歌词写的字通常都比较白话，所以翻译成英文应该会比较标准的，不会差太多了。那会念出声音来哦，也可以自己唱歌啊，唱闽南语的，这个是念出来是国语的。来按喇叭，有没有按喇叭？欢喜回天庭，人生路途有波涌，一波一波没稳定，勇气线当前使志走，未停修道陪伴我一生，脾气毛病啊这要改掉啦，换面一生好光景，称线修道值啊，欢欢喜喜回天庭。X3 填活佛师尊词训调剂，安平追想曲。那个声音有的破音字会错误，调剂啊。那呢，这个称线修道真应该是真假的真啊，真假的真啊，这样翻译出来就会错误哦。然后有这个田好像不晓得是什么原因会都那个字是错误的。然后好像还有换回了，不是换面，换回来换回一生好光景，折要折，他那个是着了，着要折要，着要折要着要。那个闽南语歌词有的是用假借字啊，声音接近的字啊。台语、闽南语就要、就要、应该要、左要改掉了，所以那个翻译成英文就会有错误。然后来听听英文。Happy to return to heaven. The journey of life is full of waves. Wave after wave is not stable now that I have the courage. I am determined to keep going. I have been with me all my life in cultivating the Tao. I have a bad temper. I have to get rid of it and get back to a good life. Cultivate truth now. Return to heaven with joy. X3, Living Buddha Master's Kindness Training. Anping Song in Remembrance. 济公佛我慈训，你看调剂安平追想曲。换回那边可能翻译成换面哦。只要改掉脾气毛病，那个还算不错嘞啊，不会太差了啊。换回那边。你看按下去就可以中英对照，你看这多方便啊！你看按下去中英对照就出来了，这多方便啊！厉害啊！你看按下去就中英对照了，我看一看哪一个字错误。哎呀，厉害哦，厉害呀！趁现在修道真呢，趁现现在的现，趁现在修道真呢。
欢喜回天庭，人生路途有波涌，一波一波没稳定，勇气现当前使志走，未停修道陪伴我一生，脾气毛病啊着要改掉啦，换回一生好光景，趁现修道真啊，欢欢喜喜回天庭。X3 活佛师尊慈训调剂安平追想曲。调剂安平追想曲那个要怎么英文翻译啊？son in 啊，哎，真好哎。